讲到婚姻馆天狗日疫情全关到今已经超过700例，其中就超过500例集中伫高坑。有不少农民因为确诊，农地就要放起来袂使搁做，影响到生活。到中央核定补助，会以专案补偿的方式，每公顷上济8万，目前已经有250公顷申报。一段时间无采收的笋园，拢需要经过国整理。受顶一阵仔天狗日疫情的影响，真侪高溪乡未少笋农和果农确诊，被迫封园消毒。经过地方的争取，农业部核定补助，直接补贴农民的生活。安尼是会使哩啦，无嘛无法度啊，这政策嘛吼。这个政策嘛无法度啊，要去当然，若要搁处理这个工资，安尼迄是，搁减生产迄是有差了。这是空窗期啊，然后我们要进去的话，爱给它记啊，要砍掉啊，很会攻啊。国庆公所表示，这次天狗日传染病农损补偿对象，主要是针对确诊者，也是因为环境消毒封路，受到影响的笋园、果园等等。公所有做出一个通知，到目前为止，申报农作面积达250公顷。目前申请的话，大概是248到250公顷左右。那竹笋的话，大概是160几公顷。竹笋跟果树，农业部这边是补8万块。那蔬菜类的话是6万5。有当地笋农就讲，封园消毒后，若要重新有笋仔会当采收，阁需要顾工整理笋园，平均每分地阁要开3000块。后续阁等待3个月才会当有收成量，但因受到天狗日疫情影响无收入，现在会当有补偿金，至少会当补贴生活费用。记者黄有报道。